Hello，大家好，我叫蘇怡，我係一個成衣設計師。咁我做呢個成衣工藝大概都做咗14年，咁我一直都會繼續做落去。心目中嘅熱情就係我諗，我做我工藝嘅創作係可以令到我，無論我個生活有幾乏味苦燥都好，都令我可以繼續向前行咯。咁我諗我都好開心喺我人生裏面可以 focus 做一樣嘢，可以做咗14年啦。咁我做我自己成結創作都做咗14年，都唔會覺得好悶，都仲係有一個 passion 去繼續去做創作，繼續可以發掘好多我意想不到嘅嘢。我冇諗過做工藝可以帶我去到人類學呢一樣嘢，即係以為工藝係一個好簡單一個裝飾嘅嘢，但係原來係同人類嗰個發展係可以好有關聯。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做嘅成結工藝創作係令我嘅生活係好有 passion。靚喺簡單可能喺我嘅創作裏面啦，靚嘅嘢我覺得係要經得起考驗啦。即係譬如我做我嘅工藝創作，我唔會就係覺得我今年做過呢一樣嘢，可能就係睇1-2年就覺得第3年睇就覺得好悶。咁我諗要 timeless 啦，即係靚係要經得起時間考驗，即係過咗可能10幾20年後都仲係都係令到人哋覺得好正嘅呢一樣嘢。咁同埋我諗靚係如果喺一個人身上去形容靚，我諗係要好有自信，同埋要好相信自己做緊嘅嘢，即係都係自信啦，係啦。咁我覺得靚係有一種係力量可以散發到出嚟，令人覺得你哇真係好正咁。即係兩個層面啦，就係我創作嘅靚，同埋喺即係一個人散發嗰種靚。我諗喺我而家即係我而家呢個年紀啦，我如果喺自我嗰個 self care 嗰方面去諗，我諗係自己個內在狀態啦。即係我諗我近幾年係好注意自己究竟嗰個內在夠唔夠平安，即係究竟我裡面其實嗰個情緒個起伏係點樣樣咧？其實當我好多嘢去要處理，即係譬如工作啊、讀書啊，同埋我而家都係一個照顧者啦，即係咁多嘢發生嘅時候，我要點樣去調節唔同嘅混沌嘅狀態，所以我係好多時都會俾自己要一個人，唔可以。即係 even 可能以前會覺得同朋友食飯可能係冇乜嘢啊，但其實唔係。原來你同朋友食飯都係令到你會好覺得都係煩，因為你都係要同人傾偈啊，係啊。咁所以我會好 care 自己會唔會係有一個人嘅狀態，俾自己係 off 咗，同個世界係 off 咗，俾自己可以去冷靜落嚟，同埋去係咯靜翻落嚟去。其實咩都唔好諗咯，係啦，即係唔好一個人嘅時候就嗰個狀態咩都唔好諗。咁即係你問我 self care 嘅時候，我會覺得我而家嘅狀態就會好 care 內在嗰個平安嗰個狀態。我14年前開始做成結創作啦，當時我記得係想參加一個時裝設計比賽嘅，咁因為要參加個比賽，我去咗中央圖書館就揾一啲參考資料，就睇咗本關於成結嘅書啦。咁我冇諗過嗰本書係改變咗我一生，雖然我輸咗個比賽，但係我覺得我贏咗我成個人生嗰個創作嗰個 journey， 即係我而家到而家都唔知可以行到幾遠啦。咁我覺得係呢一個參加比賽呢一件事係啟發到我，即係我可能以為冇咗一樣嘢，但係其實原來更大嘅嘢喺我前面可以俾我去發掘咯，係。咁我多謝 TDC 俾我做一個比賽，去發掘咗自己一個新嘅可能性。我諗每一個創作人遇到困難就係90% 嘅時間，即係我諗係最簡單係點樣突破自己樽頸位。何況我做咗14年啦，你每一次都會想一定要好過
上一次，同埋當你做得耐，你會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有熱情繼續去做啦，或者係點樣令到人哋繼續有驚喜。咁呢一個係周不時都會遇到嘅挑戰啦、困難，或者係甚至質疑自己。當你冇嘢做，冇人揾你做嘢，更加會質疑自己。咁所以係頭先都有講過，其實意志力係要，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人 self-discipline 同埋意志力係要好強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繼續行落去咯。咁我覺得其實每一次有呢啲挑戰，我覺得好似聽落去好差嘅一件事，但係其實某程度上係令到我更加強大去面對下一個挑戰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呢啲難題其實係好事嚟嘅，對於我嚟講。我最欣賞自己係我由始至終，我覺得自己都係好 be honest， 對自己或者對創作都係啦。即係譬如好似由我10幾年前開始做，最多係讀時裝設計出身先啦。咁所以我當時離開咗嗰間國際品牌公司做，即係冇再做設計之後，就自己去做自己嘅嘢。咁最開初就做 accessory design 啦。咁跟住用成傑去做我嗰個 design language。咁跟住之後就一路去摸索究竟我仲有啲咩可以行呢？即係行咗咁，即係要繼續堅持落去。咁就慢慢開始就做由 body 去到做空間啦，由空間就去到做社區啦。我一直都係做嘅嘢都係繼續堅守翻係成傑或者係一啲 weaving 嘅工藝，都係啲 textile 嘅工藝嘅創作啦。咁同埋其實我一路做嘅創作都係好想係同人係有連結嘅。咁我覺得我一直去做創作都係好有，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 consistent， 係 keep 住係 focus 係做嗰一樣嘢咯。我唔會走嚟走去啊，所以我覺得係好 be honest to myself， 或者對於其他人我都係好真誠同埋好誠實去對創作。我諗如果從打成結嘅字眼嚟講，就係你點樣解開一啲結，即係打結就要解結啦。即係我諗我不斷都要做一啲嘢。其實喺我創作裏面，我好多時都要從頭再嚟過。譬如做得唔好，即係做一啲好大型嘅裝置，可能10幾米一個裝置，做得唔好就要解開個結再打過。咁其實成個過程係好辛苦，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唔怕不斷試、不斷錯再嚟過嘅一個人咯。咁所以要學識點樣解結，你先可以繼續創作落去。咁呢個係我一路做成傑創作裏面不斷 remind 我同埋訓練我嘅一個過程。我諗我幾感恩我嘅創作個層面，即係呢幾年係闊咗啦。我都開始入好多中學啦，亦都有去一啲社區中心同埋一啲智障人士嘅中心去做唔同嘅一啲工藝嘅分享。我諗喺裡面，我覺得好開心就係其實好多人可能對於創作就係可能就識得畫畫，用顏色筆去畫，但係佢哋可能好少會用一條繩或者一啲布料去做創作。咁我覺得幾有趣係我可以呼我自己呢一啲嘅創作，或者我自己一啲比較有經驗嘅嘢，可以同佢哋互相有分享，而佢哋亦都好開心話從來未試過用呢一樣嘢去做佢嘅創作。咁而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我做一啲布料嘅創作，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好熟悉，因為我哋着衫，每個人都會着衫啊。衫係我哋第二嘅皮膚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每次攞起一啲物料咧，其實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令到佢哋係即係我覺得我做一啲 textile 嘅工藝係打破咗佢哋對創作嗰個想像，即係我聽翻唔少人會俾我有一啲 feedback，同埋俾佢哋會諗起好多唔同嘅回憶。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冇諗過我做呢種工藝嘅分享係可以即係咯，可以打破到唔同人嘅一啲想像。啱㗎啦，你繼續做啦，冇錯。因為當時好多人話我唔應該咁做，咁所以呢個聲音太大，
啱你把聲音太細。未來我諗我會想離開香港，去睇下其他人做緊嘅工藝係點啊！因為我覺得我都好長時間喺香港去做唔同嘅 project 啊，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人。我好想去第二個地方去感受下究竟我哋其實香港人做嘅工藝其實同其他人又有咩分別呢？可能會唔會好過其他國家嘅人呢？所以我好想去睇下係點樣樣。